来甲镜头刷到南部，受到冷冷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高雄透早来上大雨。前镇区中华凯旋路口的轻铁路头前，淹水淹到半个车轮管，都今日来顾车，大家是放慢速度，豆豆啊驶过。金福路嘛是严重来积水，警察由封锁线做管制。 规段路拢是黄土水。记者目前所在位置呢，在高雄轻轨的凯旋中华站。那早上呢，这场豪雨让凯旋路的路面是大积水，经过这边的汽机车骑士呢，都要特别小心，就怕在上班的途中抛锚了。车驶过拢喷水花，已经淹到半个轮胎遐尼悬。汽车小心慢慢啊骑，汽车咧嘛慢慢啊驶。之前敢有安尼淹过？唔捌哦。啊，即马拢袂发了吗？ 就惊车会袂发，不少人归去直接就行去咧人行道。通勤的时间落大雨，南高雄不少交通要道拢出现淹水。同款的状况嘛发生伫前镇的金福路。对方车道有一台红色旅行车，伊伫咧小门顶，路面拢积水，伫等我的所在全部中。大型的货柜车开过。 这路积水，驶过拢会喷到满世界。上班时间落大雨，造成交通大拍干。不过在积水条雨势较少了后，渐渐退去。